乐！圣诞节快乐！在台东火车站的每一个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平安。无论你是刚到台东，或者准备要回家，或是在旅途中短暂的停留，因为是地震，所以大家都留在这里。那我们想用几首熟悉又温暖的圣诞诗歌，祝福在这里等候火车的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家庭，也能够感受到一份平安和盼望。接下来我们连续唱4首歌，盼望你会喜欢。谢谢你的聆听。Hamba kan rumah
件礼物，你手上没有，眼睛看不到，你心会知道，这一件礼物，心门外等候，是为了你准备的手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是否了解，最好的礼物是人子主耶稣。生命有限，时光也会走，如果你不珍惜，机会难留。你我虽然好，如果你不要，你怎么能够得到？怎么能得到？你收到没有？眼睛看不到，你心会知道。这一件礼物，心门外留，是为了你，准备别人不能收。生命有限，时光也会走。如果你不珍惜，机会难留。礼物虽然好，如果你不要，你怎么能够得到？怎么能得到？Viva Happy Happy Christmas, Viva Happy Happy Christmas, Viva Happy Happy Christmas，都把幸福在你耶。Happy Happy Christmas, Viva Happy Happy